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来讲，耳仔生两晓，家己看袂到。这个意思是讲，一个人看无家己的缺点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晓，好又晓，读第八条。晓就是树材的一部分，发伫咧树基、树尾的呼吸，有散水气的作用。像咱讲得晓、树晓。另外一片叶啊，咱讲是一晓，像讲一晓薄荷。另外，这字本字读做叶，有人说叶，像讲出名台语歌手叶启田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字。头一个字读做耳仔生两晓，家己看袂到。这个意思就是讲耳仔生伫咱头的两边，若是无照镜看无家己的耳仔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看袂到家己的欠点的所在。第二个字读做食着药，青草一晓，啊若食唔着药，人参一少。咱新闻嘛常常讲到，字面的意思就是讲爱对症下药，安尼才有效。意思是讲做逐项代志拢一定爱把握重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字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耳仔生两晓，家己看袂到，阿明看袂到家己欠点的所在。若是好好甲伊讲，伊会听会改进；若是要甲伊苛刻，就爱用着方式。食着药，青草一晓；食唔着药，就变做人参一少。你就爱好声好势甲伊苛刻，才袂正做反效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晓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叶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